并吉祥平安。谢谢。下大福。春成啊，你会当有今仔日，完全是先王爷一手甲你提拔的。假使我甲如意若是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大概袂提示吼。大福晋有啥物代志你做咧吩咐？就是讲赴汤蹈火，神也在所不惜呀。也免着甲勇甲，你着爱去死啦！只要你会当甲我共一条心，替我出一个主意，安尼就好了。是，这是当然咯。皇上虽然有4个后生，也不过伊一向上宠爱阮如意。大福晋，你做你放心，我知影你有要紧的代志，要甲马大人商议，我已经早就叫遐下人回避。春成，咋？依你看，皇上是毋是会立如意做东宫太子？这大福晋，皇上既然敢有此意，也毋过因安那样讲，也是一个决定尔。咱若是讲上亲王，那是皇后所生的，又搁是皇上的长子，所以，安尼讲，如意要做太子，就无希望了。这也真歹讲。皇后伊也知影，上亲王身体虚弱，恐惊会无法度继承江山，而且诸位皇子，如果无一个会当甲陆亲王比拼，陆亲王伊是文武双全，庸才大中。臣认为，你认为安怎样？皇后最疼爱伊的外甥女啊，明伦君子，敢若亲生的查某囝同款。假使陆亲王来当甲明伦君子成婚，日后皇上若是要立陆亲王为提婚的时阵，皇后就袂反对。大福晋，明伦君子，伊对王爷早就一往情深啊。严芳啊，去甲我叫如意来，讲我有话要吩咐。以后伊就爱加找一寡机会，甲明伦接近。大福晋，王爷即马拄伫个书房伫咧招待人客。啥人？是长安来，听伊讲是一位饱学之士，名叫做高清俊。这个囡仔，定着甲遐个自认为是名士的人斗阵，真有啥物出头？清俊啊，咱差不多有过半年毋捌见面。听说你一直伫咧长安，
无定着长安名城古都，拢总叫你诱骗咯。迄也着搁讲，什么当代诗啦、大雁塔、小雁塔、霸桥、折桥、开元寺，我已经拢游过啊。长安真不愧是一个大古都啊！有都是人格地灵，长安古都良品，文人才子一定是袂少。迄当然咯，长安在这一年出了2位青年才子，一位名叫文凤坡，一位叫卞玉洲。各位兄台，在下有收集了2副的对联，什么人若是有法度甲对出来，什么人就是真才子。哦，那呢，你就讲出来，大家听看卖。恐惊无遐简单哦，大家请详细听。眼去言来，途中虚无说春秋。这位兄台，你的对虽然真巧妙，也毋过在下卞玉洲已经对出来了。对出来。各位请听：土灶乌灰，海外金黄，平月蛋。哎呀，好，对你好，对你好，对你了。我刷落来，恐惊就无遐简单咯。刘惠王命公孙丑，且敕文在礼仪上，尽心告主托万将。哎呀，这真是绝对，这连先生嘛无法度通对。你做这款对哦，实在太过分啦。太过分。各位兄台，在下是文凤坡，这个对我已经对出来。对出来。我的对是刘惠王命公孙丑，且敕文在礼仪上，尽心告主托万将。我的对是卫灵公显公野重，这太白异乡当中，先尽李林武八一。哎呀，好，对，对你好，对你好，对你好。文凤坡堪称是中安的第一才子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小王一向最器重就是名士才子，哪会当甲这个文凤坡、卞玉洲这2个熟识，毋真好？王爷，这也不足为奇。长安城也阁出了一位少美才子，此人名叫董连军，是彩虹楼的一名红歌姬，风华绝代，精通琴棋诗画，有长安第一美人之称啊！哎呀，庆顺，听你咧伫讲，小王真想讲即起来去长安旅游啊！王爷，千万唔通，大福晋也知影，会怪罪文生正罪袂起啊！怪罪，是要安怎怪罪咧？回禀王爷，方才下落时来传旨，皇上宣王爷即刻进宫。
本王敢是迄种胆小如鼠的石夫吗？你若是迄种胆小如鼠的石夫，皇上怎会将这双剑赐予你咧？明伦，你也知影这个代志？我毋是草民人啊，将来的人逐个咧议论纷纷，我哪会毋知影？对，你敢无想要知影别人咧议论一寡啥物话？我即马皇室要进宫，哪有个时间去听闲话？你即马进宫嘛是都爱等，皇上正在召见军机大臣啊。你伫看什么？我是皇朝的弟弟，素来我都无想讲要做欺君甲唔欺君。搁再讲，我甲桂良、皇爷一样，就是真好的兄弟，好亲像手足同一款。我真唔用阮讲，将来有这款谣言倒出来，来破坏一阮兄弟的感情。你好，什么代志？我伫艺术房咧等你，叫你进去。靠近皇姐。免礼免礼。夏皇姐。天山北路，准确年报。引兵动亲，我蒙古克尼克，投表求援。定已经命福林将军率领大军前往进打。也毋知传说，克里丹10分的顽强，强行福林无法让他降服。
所以定决定要来启用平南大将军苏中堂。苏中堂，皇姐，苏中堂10年前立下大功了后，为着要皇大寿多变的母亲，敢毋是事关繁荣咯？无毋对，也毋过为了要征服番邦，我决定要来命令你去到中安去找找。瑞，你即刻打点出征，前往中安找找苏中堂。是。瑞，假使你若是倒转来了后，点有一项互你想袂到欢喜的代志要甲你讲。